一個人都可以住大屋。呢一間咧係4房改1房嘅單位，喺呢一個半山嘅豪宅區嚟到九龍山，帶你睇呢一間1538尺4房改1房嘅。先簡單講講呢一個屋苑啦，呢個屋苑就位於麗平路9套山上面嘅，亦即係豪宅屋苑嚟嘅。咁呢個屋苑咧都差唔多有成近1000伙，973伙，外形亦都非常之時尚啦。咁屋苑嘅大堂呢一度泊完車之後咧，其實就有個大堂係接待客人啦，或者係住客直接喺呢一度登記就可以入到去噶啦。上到去上面咧，咁佢見到啦。佢個電梯大堂亦都係非常之寬敞，好有豪宅嘅氣派嘅。而呢一度咧，亦都係屬於沙田嘅91校網，好多中意係沙田校網嘅家長咧，呢一度都非常之受歡迎。會所外面亦都有部分係自動販賣機啦，咁啊可以日常生活就更加方便啦。再加上呢一度咧，佢係有直通車去到大圍站嘅。亦即係話，如果屋企有人唔揸車，工人出入嘅話咧，亦都可以選擇搭自己屋苑嘅穿梭巴士，或者選擇公共交通嘅小巴，都可以出入到呢個屋苑嘅。九龍山豪宅，你睇下呢一間，其實佢係有裝修㗎。你由呢一度開始，你見到佢個裝修其實係好一致。佢呢種咧，我覺得佢係叫簡約裝修，簡約得嚟咧係好有品味嘅。呢一度係大門啦，佢由大門開始已經係電子鎖啦，跟住對面呢一度嘅鞋櫃，以及佢其他嘅牆身咧，你見到佢都係一致嘅，好一致嘅顏色，都係用木係。咁裡面咧係廚房，廚房係連住工人房嘅，工人房一定要睇，因為你住得咁大間屋，咁識享受，你一定係有請工人嘅，工人係連住工人房啦。咁呢個唔係佢乜特別嘅，只不過係我話俾你聽，你住喺呢度唔使擔心自己要做家務，一定有工人照顧你。咁出翻嚟，你由呢一個位置再睇一次。咁你會見到佢客飯廳非常闊落，因為佢本身係個4房嚟㗎嘛。而喺呢一個位置咧，景觀方面係望山景嘅。雖然今日落住雨，已經係到咗太陽落山嘅時間啦，但係見到咧都非常之靚。咁呢一種就啱晒啦，又夠大，又有景，跟住咧呢一度仲要係4房改1房嘅大單位。你諗下，如果你2個人住或者你1個人住，你揾到錢享受生活，咪住呢啲咯，係咪？呢一度咧佢係分咗2個區域嘅，一個我懷疑佢係攞嚟做工作區啦，或者呢度你做衣帽間都得啦。呢一度咧仲有個洗手間嘅，咁洗手間呢一個係客廁啦，佢有2個洗手間，因為裡面咧就睡眠區，睡眠區呢一個位咧係擺一個床，你見到喺呢一度啦，嗰度仲有一個工作平台。跟住呢邊咧，仲有個主人浴室嘅，咁所以呢一種生活真係夠嘆。如果你話我預算 OK 夠嘅，我就係要住豪宅，住大平層。我1個人住2個人住，我就係唔想買4房啊，唔想買3房啊。咁呢一種非常啱你啊，因為業主已經幫你改好咗個間隔，你直接可以拎袋入住啊。一家人住需要3房，又想進駐豪宅區，咁今次呢一間咧都幾適合你。9套山上面嘅，咁呢間咧944尺嘅3房，客飯廳就方正啦，你見到長直型，出邊有露台嘅，咁你見到係山景，景觀亦都唔錯，客飯廳亦都夠方正。廚房咧就喺開門嘅側邊，裡面咧係有埋工人房同工人廁所嘅，非常符合一家人嘅需要啊！咁而且呢一間咧，我覺得係3房裡面可以係首選。即係如果你話我想進駐豪宅區，但係我嘅預算未去到幾千萬嘅，1000零萬嘅，咁咪呢一種咯，非常適合啊！3間房都係同一個景觀，都係可以望到山景。咁而且呢一個屋苑有咩好處咧？有村巴，呢個屋苑嘅村巴咧可以直接帶你去到地鐵站附近啦，咁所以亦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就呢一邊係客人廁所啦，客人廁所亦都有窗啊，喺間隔上面亦都做得非常之好。咁同埋呢一度，你又既可以享受呢一種山啊、大自然啊，同埋呢度會所都唔錯嘅其實。咁因為佢都係一個相對大型嘅會所嚟嘅，最緊要係同豪宅同嗰個入邊啲人做鄰居啊嘛。咁呢一度咧，如果你中意嘅話咧，亦都有鎖匙㗎，可以隨時睇樓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